弟兄兄姐，新年平安。今年是咱旧历过年过了头一个主日吼，感谢上帝拢保守咱足平安的。咱即马搁一摆主日里的圣殿，咱要来敬拜伊。即时咱用诗歌来陪伴咱的心。圣诗第9首，万有三甲自集欢喜。第9首，万有三甲自集欢喜。咱即马甲歌词来念一解吼，咱拢总有4节，咱第1节念到副歌就好，剩的2、3、4，咱毋免念副歌吼。第1节，咱开始。万有三甲自集欢喜，阿罗上帝做声音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上帝仁爱无穷无尽，创造天地海甲万民。阿罗天父荣光上帝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第2节，日头出现大光满天，日落月出来照暗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天顶星星拢总欢喜，因的数业袂当算起。第3节，溪水清清直直流来，应允响亮那落雨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树木田园一阵青翠，收成济济好米归堆。第4节，咱踮世间虽有烦恼，实在免惊，有主通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大家相听，同心同情，服侍上帝永远无停。好，咱对第1节来。万有三甲自集欢喜，阿罗上帝做声音声。日头出现大光满天，日落月出来照暗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天顶星星拢总欢喜，因的数业袂当算起。阿罗天父荣光上帝。第4节，咱踮世界虽有烦恼，实在免惊，有主通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大家相听，同心同情，服侍上帝永远无停。阿罗上帝荣光上帝。第2首159首，注点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。
咱共款甲歌词来念一解吼。第一节，住踮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。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，美丽我心，神照念你无停。你做我光灯，互我有光明。第二节，主做我智慧，互我通倚靠。逐时刻踮伫你，受你照顾。你做我天父，我做你的囝。你甲我结连，我甲你同行。第三节，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贝，因为你上伫我，永远袂毁。你是我一切，我要信靠你。天顶的君王，世间无通比。第四节，天顶的君王，互我获得胜。愿你带我到天，永踮天庭。迄是有艰难，也是大变迁。我决断对主，永远无野线。我咱对第一节开始。住踮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。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，美丽我心，照念你无停。你做我光灯，互我有光明。第二节，主做我智慧，互我通倚靠。逐时刻踮伫你，受你照顾。你做我天父，我做你的囝。天顶我结连，我甲你同行。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贝，因为你上伫我，永远袂毁。你是我一切，我要信靠你。天顶的君王，世间无通比。第四节，天顶的君王，互我获得胜。愿你带我到天，永踮天庭。也是有艰难，也是大变迁。我决对主，永远无野线。对弟兄阿们。这是礼拜要开始，三角安静心，请照角。
看耶和华才会落魄，民间踮耶和华厝内的，恁拢着学乐耶和华，恁着用圣所举起恁的手，学乐耶和华。愿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对锡安赐福气，互恁。三角来吟心诗，学乐上帝，心诗第9首，万有三角自即欢喜，兄弟姊妹请起立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愿迎至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就来要感谢，我来恳求天父，互我会晓算家己的年日，就怎样来把握未来的光阴，好好来听上帝甲听人。伫新春万面换新的时，恳求主也发阮的心神，互阮用新的心、新的神，向主意爱的方向。甲目标来进前，互今年过了更加有意义、有价值，活出耶稣基督的模样，真侪正人的祝福。求主保守咱教会伫即社区的服侍，伫见长见人的异象中，真侪社区的光甲盐，所落来社区合会的课程、外展的小组、宣教的服侍。拢有主最水的旨意，甲信心的引带，以伫安慰兄弟姊妹中间有病痛甲心神软者的，甲求全能的主赐予地州执政甲掌权的有属天的智慧，通行出主的信息甲公义。求主做王，掌权伫两岸的关系、国际的情势，以及甲试验的疫情中，伫阮患难甲困苦时。存仰望来听候，也存着信心来倚靠主，求主即时安静阮的心，信心引带阮伫今仔日的敬拜，甲牧师的信心中，甲主相拄，
感谢天父听阮的祈祷，我若要坐声，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、祈祷讲，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天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请坐。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钉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上，在上帝的大病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三甲来启应文第4篇，诗篇第5篇，我来启兄弟姊妹来应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讲。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上主啊，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。因为你毋是喜爱罪恶的上帝。骄傲的人袂当徛伫你的面前。讲别出来，你要别因。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，我通伫你的殿。大家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是圣经创世纪18章第16节甲第26节。创世纪18章第16节，遐个人就对遐起来，往索多玛去。阿伯拉罕也甲因相夹行，要送因一站。耶和华讲：我所要做的事，减贪对阿伯拉罕阮空吗？因为阿伯拉罕的确要成做强大的国，地上万国要因为伊来得到福气。我捌伊。是要互伊命令伊的囝甲伊的家眷，互因常常想耶和华的道理，秉公行义，直到耶和华指阿伯拉罕所讲的话，拢归互伊。耶和华讲：索多玛、蛾摩拉、化喊的声真大，因的罪恶实在重。我打要落去，看因所行的，果然一前照我所听的声也无。若无安尼，我也袂知。遐个人对遐活转身往索多玛去，阿伯拉罕要徛伫耶和华的面前。阿伯拉罕群前来讲：好人甲歹人，你拢要遭灭嘛？即使城内有50个好人，你要愿要遭灭迄所在嘛？无要为着城内即50个好人来赦免因嘛？愿你决断无安尼行，将好人甲歹人做一个害死，直到好人甲歹人相同。愿你决断无安尼行，审判全地的主，减无行公义嘛？耶和华讲：我若伫索多玛城内拄着有50个好人，我就为着因的缘故宽容迄所在。大家来学咯，学圣诗300曲一首，万人学咯耶稣尊名，请圣歌队。当圣歌队咧学咯第1节的时阵，第3甲第4节，兄弟姊妹三甲来做咧吟。
乐耶稣尊名，替迄四海万民拢来学乐耶和华，带来正道，后要来喊的祈祷，咱来请何牧师。感谢主上帝，互咱踮伫个旧年一个休困了后，会当过踮主所食着的圣日三甲来敬拜。伫过去即礼拜，咱逐个人拢经历无共款的旧年年，有个人较早出门，有个人讲即礼拜拢留伫个台北。毋过因为好年的关系，好，所以咱求主继续降落伊奇妙的平安。伫咱的中间，互咱毋若干那伫即个世间，踮咧甲人相较热烈，搁较要紧，咱会当经历着主上帝对你我咱每一个人的心意。伫即中间，咱嘛看到不止啊侪通过群组，有人踮伫个对犹太人的新年来做一个分享。我想可能真侪人有看到些短短的影片。咧讲到犹太人新年到底安怎互相祝福、邻做悔改，恳求耶和华上帝赏赐伫新的一年中间，要紧的是甲上帝甜蜜的关系，毋是伫人顶头，人甲人的关系顶头安怎拍拼，要紧的是甲上帝的关系。不过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敢若亲像咱旧年，咱旧年有当时啊伫1月中下旬。有时到2月，到2月中旧年，犹太人的新年都爱看利未记。即中间有当时有兄弟讲牧师，这是毋是咧抱大家？我讲个时间点无啥共款。利未记23章咧讲到所有遮的祭仪，到23节的时阵咧讲新年。所以咱若要看犹太人的新年，就爱倒转去利未记说，那对因来记载，即摆已经是5000多年啊。因对摩西搁较早迄阵开始，就咧领受叫做新年。你若看犹太历吼，所以利未记23章23节咧讲的7月的第1日，7月的第1日，迄叫做新年。新年爱做自执自会2项代志，一个分扫甲分甲，一个就是爱献火的祭火祭。对7月第1日一直到7月第10日赎罪的日，所以因踮伫个新年的时阵，是伫个认罪悔改，伫分扫甲，伫搁一摆踮咧上帝面前一个新的日子，望会当倒转来上帝的面前。犹太人7月的第1日，对伫即马的太阳日，咱即马讲的太阳历，差不多是9月初6到10月初5啊。那因即马犹太人拄过去的过年新年是伫2021年9月26，9月底因才过新年，所以即马4个多月前。因即摆还搁伫个新年的第1季的中间拄了，这是犹太人的新年。因即个字眼就咧讲，就是咧讲着一年的开始。这是照利未记23章23节迄个所在所记载的。虽然甲咱的时间点无同，不过咱求主帮助咱，伫个旧年拄了。2022已经过1个月了，咱求主帮助，互咱伫今年犹安会当甲上帝有真好、真亲近的关系。所以咱即2礼拜拢用祈祷来参加学习。伫即个祈祷的学习中间，咱会记得有老师安尼提醒咱，为什么祈祷？因为祈祷是伫咱内面的神，伫咱顶头的上帝、顶头的神来甲伊求救，呼求在我们之上的上帝。咱内面的神是咧讲到上帝创造人的时阵，将伊的气分伫咱的内面。创世记安尼讲，所以人诚做有灵的活人，
意思讲，若无上帝神伫咱内面，咱就行尸走肉，照家己行。但是咱诚做有灵的活人，咱的生命中间有上帝的灵的部分。伫咱内面的神，伫咱顶头创造宇宙的上帝来后叫，这是基督。真恶地用言语来表达，有当时咱会发现，吟诗唱花较好祈祷，比咱用言语。有当时毋知要安怎祈祷的时阵，你摕圣诗、摕诗歌出来吟，迄个吟诗歌，互你有真大的帮助。所以咱对顶礼拜咧讲到阿当的祈祷的时阵咧，讲到人类第一个上帝甲人讲话有记录出来。伫迄工前啊，咱相信上帝甲阿当因的确有真侪对话。毋过圣经有记录的第一节，伊咧讲的阿当的祈祷的中间，咧讲到一句话，互咱会提醒上帝来咧问讲：你伫倒落？你伫倒落？吼，你伫倒位？现代大气分，你伫倒位？上帝常常爱甲人三甲斗阵，三甲行。但是伫顶礼拜咱学习到的，今仔日上帝来到咱的中间的时阵，忽然间伊找无咱啊，毋知影咱秘去倒位，毋知影阿当甲夏娃秘伫倒，所以问讲你伫倒位，你踮咧倒位？即句话毋若得甲阿当甲夏娃问讲你踮咧倒一个空间，秘伫咧倒一丛树仔后壁，藏伫咧倒一间厝的。你家己踮伫咧艰苦、踮伫咧忧闷中间吗？你伫倒位？毋若咧问空间，上帝嘛咧问着阿当，你即马生命的处境是安怎？是毋是已经互忧伤、艰苦、烦恼，甲你绑掉啊？我来找你，啊你竟然毋敢出来，竟然毋敢出来，无爱甲我讲话，所以咱伫阿当的祈祷中间。咱看到上帝是祈祷的起步者，祈祷是对上帝开始，毋是人，是人需要祈祷，但是上帝为着咱备办，会当对话祈祷的所在。所以咱在顶礼拜讲到阿当的祈祷，互咱学习，会当亲像甲朋友讲话共款，甲上帝来讲出咱的实况。软弱伫罪内面需要的所在，但是咱知影，祈祷是上帝主动，互咱即款的稳定甲福气。所以伫祈祷的最重要的中心点，就是咱会当坦然无惊惊，敢甲上帝承认。伫咧祈祷中间，有甚物代志袂当讲？因为也无别人听到，我常常安尼感觉呢。在祈祷中间无别人听到啊，我有甚物款的软弱，有甚物款想要讲的，拢会当甲上帝讲。家己做毋对的，得罪人的，也是有甚物款的不准，坦然来认罪。通假，上帝通假将野兽的皮所做的衫，互阿当甲夏娃穿。讲恁若掠做，因为无衫通穿，见笑毋敢见我的面，来，安尼这衫互恁穿。咱常常讲，即个咧上灯，咱幽暗也共款。伫黑暗的中间，毋敢见光明，毋敢见个主上帝。所以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保罗讲甲主耶稣穿伫身躯顶。迄个意思就是，常常咱都爱明白耶稣基督所完成即个披露，伊的救恩，敢若亲像一领衫共款，生命的衫、活命的衫，互咱会当穿落去，互咱成做一个新的人。所以伫阿当的祈祷中间，咱有即款的学习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即段经文，咱要学习阿伯拉罕，特别咧讲到大祷。阿伯拉罕有真侪祈祷，但是今仔日的记载是伊为着所多玛的祈祷做准备，为着所多玛的祈祷做准备。拢讲到大祷的时阵，咱常常会想到即首诗歌。迄个时阵，
好亲像气力已经无啊，碰到困境，目屎敢若亲像雨咧滴，逐工流袂煞。毋过爱会记得主关心，伊嘛知影咱的处境，知影咱会当担当偌济。的确有人伫为咱祈祷，所以当咱孤单、寂寞、艰苦的时阵，爱会记得有人伫为咱祈祷。当你知影有人伫为你祈祷的时，你会经历着无同的快乐甲帮助。阿必拉的大道，互咱三角来看的，这足重要。诚做一个大道者，咱知影上帝的心意。拄啊所读的圣经，即句话足厉害啊！也互我讲，我所要做的事，兼通对阿必拉罕来稳扛啊！甲稳装起来，啊，甲扛起来，甲扛起来吗？扛喺遐，无要互出来吗？无，爱互出来，因为伊是好的朋友。你所要做的代志，如果若甲你的朋友有关系，你的确会先甲讲，免得伊忽然间讲，啊，哪会安尼吼？好的朋友，啊，如果若其他的代志无讲就煞，所以也互我上帝咧讲即句话的时阵，咱会当发现一个大道者伫上帝面前的角色偌尼重要，上帝偌尼重用重视即项事，诚做一个大道者。你若诚做一个大道者的时阵，上帝互你知影真侪代志，互你知影遮个代志，毋是要互你诚做一个八卦新闻的制造者，因为知影你会为着遮个代志来祈祷。伫祈祷的中间，咱家己先得到帮助。毋过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你如果若往前去看，你会发现今仔日的经文伊有做一寡的备办。咱若对第一节创世纪18章第一节开始看，伫个主日乌捌听个故事，看到安尼阿伯拉罕嘛偌久无看到人啊，三个人远远过来，伊马上按天道按伊的帐篷出来，规个人趴在遐，像这画家安尼画，规个人趴在遐欢迎因。这毋那因为踮咧旷野中间，真罕咧看到人真重要的。你若看创世纪18章以前，阿伯拉罕几落摆将石头贴起来做祭坛，由南伫顶面献祭，甲上帝讲话，伊嘛领受上帝所予伊的呼召甲应允。所以咱会当看到创世纪12章甲17章，阿伯拉罕其实定听到上帝声，知影伊的心声，所以今仔日会当看到，伊就留因无过往前行。这是一个真正人性化、拟人化，互咱看到上帝甲伊的使者伫咱的中间。所以阿伯拉罕毋若安尼，伊赶紧佫摕面粉叫伊的看手内面的人甲烂面粉做饼去牵牛。咱遮看到的花文讲到乳酪和奶，伊咧讲的就磷油甲磷甲遮同好的摕出来，照圣经记载，踮伫咧树骹，踮咧边仔遐，啊，然后摆宴席，互因会当踮咧遐食。伊的太太莎拉嘛踮咧边仔，咱会记得即中间有一句话，就是咧讲到阿伯拉罕的某莎拉过来要有一个囡仔，家己的囡仔，即个当然因会笑，我哪有可能佫做即款代志嘛？即段经文的中间，有一个金句，迄个金句就是14节。14节，咱定定咧祈祷伫勉励中间安尼讲：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对着上帝来讲，敢有甚物款是伊无法度来完成来做的？敢有耶和华做未成的代志啊？敢有？咱伫祈祷中，伫勉励中间，嘛鼓励兄弟姊妹，也毋过即句话就是伫咧创世纪18章，上帝甲阿伯拉罕因的一个对话中间，咧讲到撒拉。耶和华上帝讲：下一届我过来的时阵，你要得到一个囡仔。咱用这个背景来讲，就是要讲到阿伯拉罕甲上帝
伊有偌尼亲近，为什么亲近？甚至包括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当这三个人要往前行的时阵，阿伯拉罕佮甲因三角斗阵，佮甲因行一停，欢喜用时间伫主的面前，通听到主的声音。真侪时阵，包括我家己本身，有当时啊兄弟姊妹会问讲：啊，上帝哪会甲我讲即项代志？哪会甲我讲清楚，互我知影安怎行安怎做？我家己有当时啊嘛会碰到迄款的，即项事上帝到底你要爱我安怎行？你嘛讲较清楚。毋过源头就是亲像阿伯拉罕，互咱学习着，咱用偌侪时间伫主的面前安静。你用偌侪时间伫你好朋友三交陪的中间，到一个时阵，你会发现好朋友中间，伊一个目色。一句话，一个动作，你知影伊要爱什么？你知影伊心内咧想啥？如果人甲人中间拢会当有这款情形，何况是咱甲上帝面前？所以，咱看到阿伯拉罕，伊愿意将时间放伫上帝面前。你对一个有兴趣的事，对一个心善的偶像，要做伊的粉丝。也是对伫你一个文书材料想要好好甲发挥的，你的确会开时间伫迄中间。那安尼，上帝为着咱陪伴祈祷即款的机会，咱是毋是有用时间伫遐？所以，咱看今仔日经文讲到，迄两人离开往索多玛去，阿伯拉罕犹原踮伫耶和华上帝面前，群情来挖群上帝。这个瓦君，伊真正想要甲上帝会当面对面、心对心来讲话。所以，咱咧讲到祈祷，讲到大祷者，咱用时间踮咧上帝面前，群情来甲上帝面前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看起即款的瓦君，伫其他的人的见证顶头，犹原有列王记上卷18章咧记载着。先知以利亚，甲遐巴力的先知400外个伫对决的中间，真正是一个属灵的对决的中间。伊会当做，毋那干那是伫外在献祭才会陪伴。咱看圣经安尼写讲伊群挖上帝，上帝祈祷，同款进前来到上帝面前。成做一个祈祷的人，成做一个大祷者，咱要挖群上帝。毋那安尼，今仔日圣经同样互咱对一个为家己求，成做为别人求，从祈求者成为一个代求者，为别人祷告。咱拄仔有讲到对创世纪12章，就真清楚咧写到阿伯拉罕的故事。咱若看对第12章甲17章，真侪对话，阿伯拉罕甲上帝对话，拢是咧讲到阿伯拉罕本身。伊咧问的、咧求的，嘛是为着伊有一寡代志无明白，问上帝嘛是安尼。上帝捌叫伊讲去外口看顶头天顶的星，遐尼多，你的子孙、你的后裔要亲像遐多。阿伯拉罕踮咧心内偷笑。我这个年纪啊，哪有可能阁有这个子孙？所以捌甲上帝问，若按阮兜出来迄个萝卜，斗阵甲我斗阵来几十年啊！你讲的可能就是伊吧？后伊就是我的子孙。上帝来讲，毋是，爱对立出来。以色玛利出来了后，阿伯拉罕可能嘛感觉讲，嘛算是对我出来。上帝讲，毋是。是对你甲撒拉所出来，所以咱知影伊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几多年，为家己甲上帝中间有一个对话，一个祈祷，要互明白。今仔日18章，互咱看去，为家己祈祷真重要。咱才知影咱会当安怎挖靠上帝。但是咱即马要对为家己祈祷，变做为别人祈祷。所以，咱看到
诚做为别人祈祷的时阵，阿伯拉罕就要真实诚做万国的祝福。创世纪12章一开始，上帝甲阿伯拉罕对话，咱有看到，伊嘛有讲你要诚做万族的祝福，要成为万族的祝福。这是上帝一开始的心意。但是开始的时阵，阿伯拉罕无了解遐多，伊敢若知影我诚做一个寄卡出外人，游牧民族，居无定所，没有自己的孩子。结果这个上帝竟然甲我讲要带我去一个会当徛起、永远徛起的土地所在，阁要互我有子孙。伊经历20多年在学习这个功课，经验20几年啊，对70几岁出，一直到要成大岁啊，伊才会咧经验这个上帝。无想到到18章的时阵，上帝互伊规个开，知影讲万国要因为伊来得到祝福，从祈求者成为代祷者、代求者。那安尼，咱嘛是三甲咧学习这款。伫过去一礼拜，咱有真侪人嘛咧服侍别人，有诶中级去长辈的厝，做阵吟诗祈祷，因为你诚做一个代祷的人的时，就家己先得到祝福。那安尼代祷要来成全咱互万国得到祝福。约伯记第42章第10节，咧记载到约伯极其艰苦迄段时间，同好的朋友无法度了解伊的苦境，伊迄款的处境艰苦。有的朋友真体贴伊，甲鼓励；有当时啊，朋友想想毋对，的确是你有做歹代志得罪上帝。有时朋友佫会替伊分析你为什么会碰到这个事，财产无去，囝儿无去，家己身躯佫安尼破病遐严重，哪会碰到安尼接二连三这个代志出来？这朋友真好意，毋过无法度诚做伊的帮助。无想到耶和华上帝到上路尾，竟然甲约伯讲你就要为你的朋友祈祷。哦，因讲这个话已经互我有够艰苦啊！我若莫甲因应嘴应话吼，就算袂歹啊，对无？讲叫我都爱为这朋友祈祷，因为为着别人祈祷，要互你家己对艰苦的中间，伫艰难的处境中间得到活转。约伯记42章第10节，就是安尼讲，耶和华就互约伯对伊的苦难中间得到回头。这个苦难的处境，另外一个翻译讲受掠的情形下面，约伯受什么掠掉？就是互伊所碰到遐想袂透的艰苦，碰到的代志咧想袂通，为什么会安尼？咱定定互这为什么会安尼的代志，甲咱拔掉的，诚做咱艰苦的处境。耶和华上帝因为约伯为朋友祈祷，互伊对艰苦的中间得到回头，所以咱再看到42章第10节以后，上帝用另外一款的方法来束缚看过约伯。一个代祷的人，毋是别人得到祝福，你家己会先对艰难困苦的中间，互主甲你拯救出来。所以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咧记载，亚伯拉罕为所多玛祈祷，这个祈祷的对话是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后壁刷落去。咱今仔日刚看到这个对话的第一段，伊刷落去总共有几段？50个变几个？变45个，45个过来，40过来，30过来，20过来，10个，伊安尼总共来回几摆？甲上帝安尼来回，为了这个罪恶的城所多玛，
伊甲上帝讲，这真正是犯罪所在哦。亚伯拉罕凭什么遮清楚知影这是一个罪恶的城，佫敢甲上帝来求来代祷？咱对圣经来看，当然知影，因为这个城内面有伊的亲人，但是有诶，这个亲人代志真简单啊，亲人离开就好，伊为着规个城来祈祷，罪恶的城为这来祈祷，因为伊知影上帝看重代祷的人。上帝看重，伊嘛欢喜有人为别人祈祷。不较要紧的，今仔日这段经文咧讲到，由主上帝赦免这个城，是因为要互咱最近学习超越咱踮咧世间的了解甲体会。人基本上对伫好的代志，咱欢喜接纳、促成。对着歹的代志、犯罪的代志，咱就拒绝，要求别人莫做，家己咱嘛会学习，唔通即款情形。所以欢迎善，拒绝恶，基本上是人的本性。当然有当时人会陷入即款情形，甚至到尾好的无爱去接纳，偏偏拉来拉去。歹的代志、罪恶的代志愈来愈多，咱嘛看到这款艰苦心。不过基本上，上帝互人对着好的、正面的，咱会欢迎善良的；但是罪恶的代志会拒绝。代祷的时阵，咱嘛会安尼。面对咱感觉做唔对的，咱掠做是罪恶的代志，咱嘛会先为因祈祷，上帝啊，你帮助因悔改。互因知影倒转来你面前，煞袂记得即个大祷者，咱家己嘛着爱悔改，咱更较需要认罪倒转来上帝面前。所以，互门徒会当学习耶稣，超越即款人的眼光，看做善良好的，咱为伊祈祷；歹的代志要求伊都爱先悔改。所以咱捌听着讲。这个人安尼犯罪，敢会当过来教会？咱常常听到讲，当然嘛会用的，只要伊知影悔改，那知影悔改就免来教会啊。对，人都是唔知，人常常了解，咱家己是对。所以代祷这项事，咱要为着所有的歹人、歹代志代祷，这是今仔日这句话足重要。你看到亚伯拉罕在好打。对50、45、40，一摆一摆继续，因为伊知影上帝意爱咱为人代祷，过来你会当继续坚持。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会代祷，咱拢听伊为着定义伫十字架顶的人，天父上帝求赦免，这是代祷。来成全和万国得到祝福要紧的关键。咱来讲，代祷成做万国的关键，除了亲像亚伯拉罕一摆一摆来亲近上帝，佫一个真重要的功课。这个美国设伫的南极最南极点的所在，伊有一个实验室，一个站伫遐。1957年到这个时阵，已经65年啊，设伫迄个所在。美国所设的这个站，但是伊的名号做 Amundsen Scott， 这个站用这名，这是两个人，一个是挪威的人，一个 Scott， 伊是斯考特，伊是英国的人。这两个人伫20世纪在探险的中间，是互人真尊敬，但是嘛真有争议性的两个人。拄开始19世纪末期、20世纪初，挪威阿文森伊是北极踮迄个讲，毋过北极的极点，北极的极点，先互别人已经讲过去啊。所以有一摆伊佫带伊的同伴讲，咱即摆要佫出发，要佫来去探险。伊嘛掠做是要北极去，挪威去北极较紧嘛。无想到出发过一半，99天3个月个吼，
过一半伊才甲因讲，其实咱是要去南极啊。好，这队员讲，挪威北平安尼，要走到南极去，这是阿门神。但迄个时阵，1910年底，1911年初，1911年迄阵啊 ，Scott 伊是英国，这个英国伊本身是一个军官，皇家海军，伊是一个军官，是一个军人，所以真有军人的精神。伊嘛真做探险队真有经验的人。即马重要的是，这两队南极出去，转来有一队无转来。Scott 英国这队无转来，我们神这队有转来。以后国经过一年偌久，人才去找到 Scott 这队，因拢已经死，死伫迄个探险的中间。当然足侪日记啊，因的写的资料拢有看到。探险队逐工拢都爱写日记，通好学后摆的人有一款的学习。所以伫20世纪，当然咱若看一寡有关探险的这个故事，会对因有一寡辩论啦。有的人感觉因倒一搭出问题，计划安怎形成出问题，天气气候的变化是安怎？是甚物款情形应该爱去帮助人的，是毋是无去？甚物款？拢按因的日记中间来定心林八因，尾啊才发现一项足重要。为什么阿门神这队伊会当转啊？你看伊的日记顶头咧写，安尼3个月的时间，每一天不管天气安怎，因踮伫个进度顶头，一天就是20里，差不多30外公里。咱来知影伫迄款所在要行30公里不得了啊！1点钟，若行迄3公里不得了，所以你一天行10点钟、8点钟，天气搁较好，气候搁较好，情形搁较好，嘛是20里都爱休来。但是你会看到这个军人 Scott， 今仔日情形较好，就想办法赶快攻顶加行一挂。天气无好的时候，才看安怎来休困。所以阿门神伊啥一步一步继续，然后唔通改变这个计划，所以伊对头到尾拢保持这款的速度，对头到尾保持这款的速度，这互咱学习到阿伯拉罕，我感觉真趣味。为什么按40、30、20？你已经知影上帝这款心意啊！我嘛歹势讲遐侪摆，那我按40直接讲做10个看卖直接讲看卖，但系好意思一摆一直讲。你若要用另外一个角度，袂输阿伯拉罕踮伫得寸进尺啊。毋过，诚做一个大赌者，咱知影上帝心意。上帝虽然极其恩典极大的阻碍，但是人同样紧的，咱一直咧提醒，祈祷是人需要，是咱需要。所以每一摆祈祷的时候，是咧训练、操练、练习，是咱伫咧练习亲近上帝。阿门神，伊知影人的实况甲有限，每一天20里，每一天20里，照即款的进度来往前，然后加往目标来开喙，亲像阿伯拉罕加往上帝来开喙。诗篇81篇第10节安尼讲，咱最近来读来。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捌带你对埃及地上来，就大开你的喙，我就充满伊。咱讲大大张口，咱看到阿伯拉罕加往上帝开喙，一摆、两摆、20里、20里，一步一步。这是咱日常生活爱学，因为这是真实的大赌者。有人讲牧师啊，我一摆就按50个来甲要求10个，我讲嘛会用的啦，看你安怎开喙。但是上重要，这款的大赌，敢有操练到这个人，敢有造就到这个人，敢有互你真实甲上帝亲像朋友，会当讲心内话。然后经验体会伊奇妙的心意，咱若无干那咧画口号，干那用别人的祈祷做你的祈祷，你就爱家己亲像阿伯拉罕共款，知影你甲上帝关系，亲密甲甚物款的程度，
照你甲上帝的关系。上帝安尼，伊要互你1工20里，你就1工20里，大大主来开喙。无论伫什么款的处境，咱拢知影，耶和华上帝做王，伊引带保守帮助咱，亲像圣诗159首，注点我心内，就无惊吓自在。所以，耶和华上帝来拜访亚伯拉罕，今仔日嘛同款来拜访你、拜访我，要点伫咱的心内，互咱无惊吓，会当真实来挖靠伊，包括伊内面歌词咧讲的，明日咱的心神少年伊无煞，诚做伊的囝儿，伊互咱甲伊三结连、三甲同行，咱做人来吟159首。注定我心内无惊吓自在，一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，明日我心情少了你无情，你最。来吟第4站。咱欢迎的主宰，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踮伫你所赏赐这个地面上，领受你所互阮一切恩典甲祝福。搁较要紧的，主，你诚做阮的君王，互阮会当伫这个人世间的征战中间赢过最多的艰难困苦，特别愿意诚做一个大赌者。为大家祈祷真重要，愿为正人、为别人、为骨肉至亲祈祷，是主你看做好甲欢喜的。愿你帮助阮，会当成做一个大道的人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请明白先来奉献。
即位请起立。今日即位请坐。三个来读经句，我读一遍，兄弟姊妹对来读两遍。经句：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3节，兄弟啊，我应该为着恁常常感谢上帝，这本是合意的，因为恁的信越发长大。佮恁众人逐个相听的心拢充足，三个来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3节，兄弟啊，我应该为着恁常常感谢上帝，这本是合意的，因为恁的信越发长大，佮恁众人逐个相听的心拢充足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3节，兄弟啊。我应该为着恁常常感谢上帝，这本是合意的，因为恁的信越发长大，佮恁众人逐个相听的心拢充足。咱三个来欢迎吼，这应该是规家拢对咱高雄来遮，可能来拜访的亲友，应该是谢怀安、施有利，这应该是爸爸妈妈，啊，佫是谢洛恩跟谢慕恩，敢会使请恁起来，互阮来欢迎恁。啊，毋知敢佫有今仔日第一件，甲咱树林教会参加来敬拜上帝兄弟姊妹吗？好，安尼咱参加来关心咱教会的圣工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。2月13号下晝班开课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用悠游卡也是会当减免卡片来配合实联制，请兄弟啊会记你伫门口刷卡，确实配合。今年本会设到129周年，有举办板砖马拉松的活动，详细的说明请至交代的领处。以下是胜利典日期，若要洗礼兄弟，请向办公室报名。本会伫2月20号早起10点举行联合礼拜，并召开会员互会。日子会员名单若有错误，请向小会提出。儿童魔术课程开始报名，欢迎国小3年至6年的学生踊跃报名。以下是台城圣道神学系课程，对2月16号暗时6点40分开始上课。雄年团体2月17早起9点半举行活力会，以下是聚会内容，欢迎踊跃参加。2月14号早起9点半，雄年大吉乐班上课，请踊跃参加。2月25号，北中雄年部举行新春感恩野外灵修礼拜，请要参加兄弟伫2月13号进前报名。本会甲马偕病院合作的预防失智据点，后一期伫2月14号开课。2021年学会顶半年的古典活动，伫2月21号开始。
欢迎兄弟利用汇款也是定期转账的方式来奉献。另外，为着环保的关系，本会有申请所得税电子化作业，相关授权甲申请的方式，请咱至交代道也是办公室了解。新学生苏志堂的老爸苏bình堂兄弟，伫1月24号安歇主怀，2月初9伫高雄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，求助安慰家属。请继续为身体欠歹的兄弟姊妹代祷，愿上帝安慰甲医治。感谢主上帝，互咱踮咧旧历年即礼拜，大家会交陪旅游休困以后，可会当三甲组织，所以咱礼拜刷时，咱会当三交陪。拄啊，特别咱欢迎谢牧师哦，谢欢迎牧师是伫高雄新生教会，所以全家今仔伫咱中间，安心欢迎。敢有其他新的朋友也是久无来，咱等下礼拜刷时会当有一点仔时间，大家互相请安交陪。所以除了周报拄啊所报遮的大家最近关心大道的事以外，咱特别为着拄啊有写着紫藤的爸爸安息，所以即礼拜三伫高雄举行告别礼拜，恳求主安慰因规个家族。咱这时阵也为着咱家己个人也是家庭，咱要摆咧伫主面前大祷的，咱起立开咱的心，也开咱的嘴，咱做阵祈祷。现在主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大家心属相依，我们当三个到底，主赐我们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照你所定着的时刻，大家同心敬拜，兄弟姊妹三交陪。圣神求你帮助阮，对主的信搁较坚定。大家三交陪三天的心，实践搁较会当具体，通互阮互相分享大道，拢得到主你看做是好。阮也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仰望交托，无论是阮个人的身体健康、心神对你领受平安喜乐，或是阮为着骨肉至亲，为着阮四周围的朋友，阮搁一摆要成做一个大祷者，愿你亲像你回应阿伯拉罕同款。你嘛回应阮伫你面前所摆列的祈祷，赐福看顾，通互阮会当经历着伫耶和华上帝你无恶正的事，恳求你的主爱，你的怜悯，拢无离开阮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三甲来上演圣诗398首。愿咱救主基督耶稣上因刷请牧师教导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、扶持、安慰、医治，甲恁大家三甲同在，对即时直到主过来，阿门。兄弟姐妹请坐。三兄弟姐妹三角伫电角结束了后，咱才来离开。